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监守自盗，宜兰五吉乡农会保险箱钓贼偷，至少有5个租用保险箱的民众，今仔总互拼了了，讲意思就是农会员工偷摕。五吉乡农会2楼真侪人咧排队，大家拢真担心家己保险箱是毋是有被偷。这阮查囝结婚的啊。即嘛？即嘛歹叫。判刑偌济？歹叫比这我大条，我查囝袂死。一声惨啊，是要安怎交代？10几两黄金锁伫保险箱内面，煞无去，受害者还阁毋拿一个。金饰啊，还有手表啊，手表一直都几十万个。至少5个民众被偷，五吉乡农会将近有700个保险箱，互民众租用，所以意思互一名男员工监守自盗，利用职务的利便，典当监视器的位置，才去偷保险箱的物件。近代司法判决的结果，道义上的责任有吗？毕竟人家是信任，所以才会。这个前案是不是整个道义上的责任，不道义上的责任，并不是我个人可以决定的哈。对着连带责任，农会只强调依法处理，起诉涉案的农会职员已经遭受改聘，相关主管嘛被调职处分，但是已经民众对农会失去信心。自己还是最安全的。该度合约甲物品拢炸当去厝，毕竟这拢是充满回忆的无价之宝，无想要互家团的纪念品，搁再有失窃的风险。